公司第几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公视第几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受到太平洋高压甲西南风的影响，这几天真热真热，会热到礼拜。台中有民众翘倒摆吊伞伫路边昏倒。前台南市议会议长郭信良勘涉土地重划案，向厂商收黑钱，执行后洪兴下晡4点会开机压停。农委会辅导国内饲猪产业升级2档外拍拼，今年4月国内猪肉经过30档，又过当出口菲律宾了。新闻开始来看这几天，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甲西南风的影响，天气其实真热真热。气象局讲，到礼拜拢是同款这么烧热。伫台中就有人翘倒摆，因为伤过热，吊伞伫路边昏倒。加在巡逻的警察看到，赶紧叫救护车，人有救回来。那你从几点开始睡的？睡多久了？睡多久了？没事。乌托邦停伫路边，人就趴伫顶头困。这个57岁姓有的查甫人，互台中巡逻警察发现时阵，解救精神。虽然嘴讲无代志，不过规人是神叨叨、软烧烧，而且喘过喘，警方随卡予以救。现在哪里不舒服？胸口痛吗？我们他选你那个，你现在这样子不可能没事啦，你都已经坐船了。警方表示，迄当时接近中昼，台中的温度有到36度。可能这个查甫人就医了后，才发现讲天气伤过热，必须伊去治疗急性腰肌衰竭。若搁拖落去，可能会无命。加在治疗了后，已经顺利出院啊。男子啊，他表情扭曲，黄毛冷汗，那捂着胸口不断的喘气啊，跟神情相当痛苦。那我们同仁啊，还是立即通报119消防人员到场协助。全台湾这几天温度真悬，气象局初7发布高温预警，受到太平洋高压加西南风的影响，台北、新北、花莲、台东有机会出现38度的高温。亲像这款热气片的天气会一直到礼拜。西南风也是有比较偏强，所以在背风侧，像是花东一带，还有大台北地区呢，相对的气温也是比较偏高的。气象局预测这3天桃园以北、花东、唱国都是37度以上的高温，各地头中昼进前紫外线指数会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民众出外的时阵，就要注意水分，而且要防止晒日头。记者综合报道。前台南市议会议长郭信良勘涉土市地重划备案，涉嫌向一间工程顾问公司收1000万的黑钱。台南地检署长大动作搜查，嘛传15个人到案说明。今仔透早，郭信良甲一个姓高的里长洪兴亚，台南地方法院伫下晡4点会召开羁押庭。前台南区议长郭信良牵涉黑洗，检方侦讯到7:30暝，当庭逮捕郭信良，甲伊和姓高的里长申请羁押。认为郭姓前议长及高姓里长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所犯为罪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且有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等事由。经当庭逮捕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规则案件主要是桥头地检署咧调查一间工程顾问公司，涉嫌用假人头地主对真济土地定位案违法赚片头，一直到今年5月，高雄调查处追查金流。发现郭信良涉嫌甲工程公司收黑洗钱上千万，按照郭信良phòng检举涉案的定位区，那像是安南电西主办市地定位区，2013年到今为农地转做建地，土地位值平无到1万块，即马起到20万，开发的利益是赚甲又细细。你那时候农地的时候，我这个业主他当初是买1万出头而已。1万出头，对，所以说一算大概就变了20几万。哦，20几万，对，事办从化，它等于是有点在造证的概念嘛。然后，所以当然很多人他会愿意去做这些投资。因为案件发生伫10天前，佮加上进前台南市议会咧拼选战，政治效应是继续咧增加。那郭信良，我想是很有竞争力的一个，所以我联想讲因是政治打压，要甲郭信良
怕比头发好，永远背不起来。因为这样子的放话，会让司法单位的调查必须要更加的紧密，必须要更加的快速，必须要更加的久。那其实这样对当事人不见得是有利，让这个案件回归到司法事件就好。其他相关的人，包括洗出的地方证书30万交保，工程顾问公司的负责人，还有其他10个证件是拢撤回。另外，涉嫌做假证的4个被告等等4个人是拢5万块交保。按下晡4点要开过信量的羁押庭。记者温正雄台南报道。再来看2015年的八仙顶爆案，造成15个人死亡，400多人受伤。活动的主办单位负责人李仲杰被判5档的有期徒，今仔出狱，伊刷落来爱去面对被害人甲家属的民事求偿。赶甲大包小包咧办手续，李仲杰头毛白真济，因为主办彩色派对，昨先不成颠簸。防照业务过失致死，判刑5年定案，即卖已经服刑期满，车7再起离开宜兰监狱。八仙，你们就是不是无辜的。侯友宜出来好好的面对，那司法该还给家属的就应该要还给家属。李仲杰一开始咧讲头气，讲无应该干那伊一个人咧担罪。回顾2015年这件代志，活动伫个八仙乐园举行，向阳发生粉尘爆炸。伫个现场，规个拢烧起来，造成15个人死亡，400多人受伤。即便伊出狱了后，伊还阁恐惊爱面对正关键的民事赔偿。钱的部分我一定是还不出来的，我必须老实讲，我们也必须要很认真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可是，我如同我进来的时候，我有讲过，我会用我的方式来帮忙这件事情。如果他的财产呢只有这么100多万的话，你说他有可能说能够赚个几亿然后做赔偿吗？那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哦。所以我们觉得整个还是希望说能够判决的结果能够认定呢，法院能够认定说八仙还有他的一个主要负责人要负赔偿责任啊。无同的被害人甲家属拢来拍官司求赔偿，消基会嘛协助提起2波团体诉讼，头一波有98个人。一审判赔4亿外，已经开始上诉2审。第2波有300多人，拢还阁伫个一审审理。伫个代志发生了后，官司牵迟真侪年拢无结束，将来是毋是会当摕到赔偿，嘛还毋知。记者综合报道。基隆协和电厂要改造第4天然气接收站的环评会议，目前伫环保署在开会，环保团体立委还有基隆市长谢国良嘛拢去环保署关心哦。咱连续6号人伫现场的台记者郭碧君甲张玉水来了解现场上新的状况。4集的环评会议，伫咧今仔日下晡1点时阵，伫环保署举办。因为顶摆5月25的环评会议是现场是有发生冲突，所以到今仔日是继续进行这个会议哦。今仔日的会议发言的天数是无够接受现场新的民众来登记发言，是按照顶摆5月25的时阵登记的天数这个名单来继续发言。环保团体是批评这个天数是环保署咧惊民众表达意见。而且嘛，批评环保署有这环评的天数是无按照规定来行。台电基本上有一些送件的要件上面，我们发现到有严重的缺失，所以在这个时候，环保署照理来讲，应该是要求台电先把资料补正之后再行排审。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环保署自废武功，直接就是强行排审，协助台电要在今天闯关。的确有更改过。那方案也跟以前的确不同。那刚刚这个环保署的同仁跟官员说的非常好，就是不管是环评怎么进行，都未来还是要跟相关的主管机关，包括地方政府来做一些必须的申请。因为4集3点不同的方案有改变过去计划当中填海造地的范围，所以应该重新提出报告，才会使进行实质审查。因为环评会议无按照规定行，但是环保署代表表示并无违反相关的规定。另外，今仔日的会议除了侪团体甲立委到场以外，今仔市长谢国良也到场来关心。以上是公视台记者伫咧现场的连线报道。再来关心咱台湾的 Me Too 运动哦，6月开始炭烧，有部分的受害者出面指控，佮互加害者告。有律师甲妇女团体就组成律师后援团，要免费来协助这些受害者。目前嘛已经有40多个律师加入了。
不断在闪躲，他却仍然坚持要搂过来，不断的游说要不要裸拍，要不要裸拍。一字一句控诉，讲出家己捌遭背伤害。台湾Me Too运动为政治圈开始一路拖到日本学术顶国领域，为相关胜诉性侵控诉人，妇女团体结合全国律师联合会，组成律师后援团。当事人已经遭到对方的就是法律的这个要反告，对，那他们其实蛮恐慌的，需要律师的陪伴。那我们不希望这些勇敢的受害人，他们勇敢的讲出来之后，还要遭受后面一连串的被告、诬告等等这样的一个诉讼缠身。卫福部统计，为6月7日爆发民进党东港的性骚扰事件了后，到7月7日这段期间，性骚扰自身案件有361件，比去年同期增加96%。不过，有人提出指控了后，被控诉者各以诽谤或者是妨害名誉等法律手段威胁，未来会牵涉真长时间的法律定数，更加显示法律协助的必要性。正是因为欠缺这样子的性别人权的意识，所以我们才会有人欠缺这样子的同理心，那也才会有人会在这个对受害者进行就是所谓的以讼指证、律师咨询或者是诉讼代理的协助，那都能够有专业律师，然后呢都有专业的管道可以提供协助。目前有70万名律师投入后援团，免费协助因为Me Too事件被告的控诉人，同时开始设雇主自行专线，共同协助无歧视、无骚扰的这场环境。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联准会上新的会议记录暗示讲，未来可能会继续升利息，嘛影响到昨美国股市4大指数拢受压。台湾股市今仔嘛落破16700点哦。有学者指出讲，若说美国联准会正式宣布升利息，无讲上过济话，咱国内的中央银行应该就袂对升利息咯。美国联准会的官员拢同意6月要维持基本的利率无要变，按过保留评估是毋是需要进一步升利息。大部分的官员拢认为需要进一步紧缩货币政策，才会当压制更较悬的通膨。That meant the market took up expectations to 90+% for a rate hike at the July meeting, and that pressured the equity markets just across the board. 如果不是因为利差太明显导致台币变化的情况太大的话，央行现在看起来不升息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学者认为，台湾央行在咧升利息的机会无悬，是讲受到联准会暗示升利息的消息，已经引起市场烦恼。6号美股4大指数拢行落，观察7号台股的走势，开盘嘛落，拉价16700点，盘中嘛又转来，刚拉40点。金管会政治局6号对外信心发话，表示台股基本面还阁算好，是讲分析师认为，接落来台股走势，恐惊还是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变作休困整理的结局。受到整个美股拉回的一个影响，之前一口气从15500涨到17000以上，这么大的一个涨幅我想近期这个修正也算是在预期范围之内，投资人是不需要过度担心。只是说整个7月份的话，目前看起来休息整理的机会会比较大。分析师认为，7月台股的走势会比之前更较慢，整理期可能会延续1个月。是讲，若是到年底消费旺季，也是有机会行悬。记者综合报道。明年的总统大选，美国的态度是真受到关心哦。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今仔就表示讲，美国敬佩台湾的民主，袂伫选举徛高平。伊嘛强调讲，甲参选人见面毋是个面子，嘛讲美国的政策袂因为上选调有改变。副总统赖清德、新北市长侯友宜、民众党主席郭文哲3党总统参选人做伙出席美国独立纪念日的酒会，显示对未来台美关系重视。AIT 主席罗森伯格也向媒体询问对台湾大选的看法。伊讲，对台湾的民主伊真敬重，袂伫大选选孤一人，也反对境外势力的干涉。It's not in any way about interviewing them. Whoever the Taiwan people elect as the next leader is somebody who the United States intends to continue to partner with closely. Our policy is not going to change. 罗森伯格讲，美国政策袂因为向执政来改变。另外，对台美避免双重课税这个问题，伊讲华府对这个代志真关心，目前正在找找可能的解决方案。最近美国批准新一波对台军售，互中国批评制造台海局势紧张的因素。
罗森伯格对这件代志讲，美国的政策未因为中国的不满来改变。Supporting Taiwan self-defense is something that will continue, even in the face of very loud complaints from Beijing. That's not going to influence the U.S. approach. 罗森伯格嘛讲，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前主席穆伦伊也讲，美国应该爱支持台湾，阻挡中国，让习近平知影武力攻台无胜算。不过，伊认为美国对台湾战略无明确是无必要改变的。I worry, quite frankly, that if we move to strategic clarity, we actually move closer to the possibility of war, and that's just my personal view. 穆伦指出，台湾是美中的核心议题。当时北约峰会前，立陶宛嘛发表针对印太区域上新的政府策略，甲台湾的贸易关系是当局策略优先的业务之一。佮批评中国独裁挑拨，展现挺台湾的态度。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总统参选人郭文地甲侯友宜，两个再提出中溪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嘛引起真侪讨论。早起有一阵美容美发的业者就到立法院去定情，表达因反对服务的立场。服务贸通过，工作难做。9年前发动日头会合运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即卖因为总统参选人郭文地甲侯友宜小连续表态支持，搁再引发关注。当初红列入服务开放名单之一的做头毛产业，佮较烦恼，互中国用真俗的价销来抢台湾的市场，所以真侪做头毛、做美容的人，拜五早起去到立法院，向各党团表达反对服务的心声。看过去的这样子的状况，都是很多大规模的所谓的经济体。那当他们来，势必如果采取所谓的销价竞争，那甚至于为了利益，那不惜会有一些黑心的商品，那流入这些市场的话，其实我们真的很害怕的是，第一，我们年轻人的未来性在哪里？目前国内美容院大约是4万外间，业者表示，若准强制通过，会找全台湾的业者做伙来发动抗争。因伫定情书内底讲，中国青年目前失业率真悬，有1158万的大学毕业生要找头路。台湾若开放服务，等于是冲击到台湾的就业市场。出面接受定情书的民进党团书记长曾水雄表示，民进党反对的立场真坚定。对我们台湾的年轻朋友，这么多的一些单店经营的一些店家来讲的话，确实是太大的一个冲击啊。民众党团发言人接定情书了后表示，民众党团的立场是先建立监督机制，搁再来讲货物甲服务，也强调中国的劳工若准备来台湾，现主时也搁受到两岸关系条例第95条的规范，一定要经过立法院才会使。也若国民党团是无派代表出席。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行政议会昨公布囤房税2.0的方案，也毋过在野党是质疑讲，选伫总统大选进前公布是选举的考量。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是强调讲，政策推动并毋是因为选举，嘛呼吁地方政府积极配合。也毋过有专家是认为讲，政府应该对上根本的税制，佮有厝价平等方式来解决。行政议会初六决定囤房税2.0方案，重点包含将县市规划改做全国规划，加法定税率调悬做2%到4.8%，佮要求各县市拢爱定出囤房税。不过在野党质疑，民进党政府改革的时间点选择总统大选，加716开道游行进程是为选举。之前全部都说，不管是说什么总规户办不到啦，囤房税不行啦，不可行啦。可是现在呢，好，马上办理，通通都可以做，全部都是因为选举到了，全部都可以。执政了7年多的时间，如果没有办法把居住正义给满足国人的期待的话，现在在做补破网的动作，我想国人绝对没有办法接受。不过，民进党地委会叫新北市是6都当中唯一无通过囤房税自治条例县市，话声地方政府应该甲中央斗阵落实居住正义。如果民众感受到的还是强度没有那么大的话，那更应该地方跟中央来加紧的一个合作，毕竟逐渐去让它实现，这才是一个重点。这个不只是为了选举，我们也希望还没有实施囤房税的县市，根据新法的版本，将来都要制定自治条例。以后平均每一户会增加到7200块，那我还是问嘛，
就是说有办法买3间、4间、5间，然后每一间都几千万房子的人，你1年跟他多收7200块这件事情，就会让他觉得说我不要再继续买房子。囤积在那边吗？专家是指出，建议推出囤房税政策，那地方政府议会无积极定出，真正清楚差别税率也真做无效。呼吁政府应该为调整税基、促进评定方式等方面来做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行政院第110年核定农委会饲猪100亿基金的4档计划，来改善设备、辅导产业升级哦。经过2档外来的拍拼，今年的4月，咱国内的猪肉经过30档后，又可以当出口到菲律宾咯。在地的车经过消毒门要送去到猪屠台，无论是猪肉分切包装，也是送去冷冻冰，拢要维持在固定的温度。规个生产的流程拢要符合卫生安全标准。这是芬林原种的猪屠，在2021年通过 HACCP 的验证，今年4月佮经过菲律宾的同意，互咱会当外销。在2个月前有通过那个可以把产品出口到菲律宾的资格嘛？那在大概下个礼拜，那个菲律宾的厂商他们也会过来这边跟我们洽谈，那希望可以洽谈成功，有这个机会。本地的所在到台地的所在，到榆林，咱的2链这个动作。全部土地稳固。为着要协助饲猪产业转型升级，行政院自2021年决定农委会通过饲猪100亿基金的4年计划，除了改善猪条、污染防治设备以外，目前也已经辅导16间猪屠分切加工厂通过 HACCP 认证，提升国际竞争力。过去30-40年来，我们如果没有因为有这个100亿基金，我再猜我们的屠宰场。搞不好连一家 HACCP 都没有。生鲜猪肉现在已经可以卖到我们的菲律宾、澳门等这些的国家地区。农委会表示，7月初一开始传统猪只全面备检，上近明年会当争做亚洲第1个无非洲猪只、无口第1含传统猪只的国家。农委会会阁继续辅导国内饲猪产业的转型兼永续发展，甚至有可能开放英国外销日本的猪肉市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面册一个卖酱业山姆小姐哦，最近抛出一段国产红大帮的测试影片，看起来效果是真歹哦。国防部是回应强调讲，这款帮有经过美国的测试合格，嘛讲哦，若是影片内底的红大帮确定是国军的军品，会来调查讲看是安怎处理，要来追究法律的责任。新穿新来台湾的衫，查甫人开穿射击头前的控弹帮，经过检查，伊冒落去的程度已经超过1节镜头含。人员若是甲穿伫身上，可能会着重伤。也若即块防弹帮，亲像是国产的军备品。制造厂是军备局205厂。伫面册顶悬山姆小叔最近发布防弹帮的测试影片，伊讲这是对军备局205厂109年制造的。通过 NIJ 3级防疫测试，测试者用8月规格的枪支，伫个15公尺距离正面来做射击。防弹帮去互真侪粒枪支击到，已经严重凹落去，差不多要强要射透过。国防部回应讲，初步测试者的效料拢有符合。公发的控弹帮经过美方测试有合格，若是查证是国军军品，就会追究法律责任。应该不是从我们军中得到的。那也许是跟厂商购得的同级产品，或者其他方法，我们不得知。那国防部也应该引以为戒，比方说增加随机抽样的频率，利用外部检测来检验我们现有的防弹背心。国防部要出来说明吧，怎么研究出来的抗弹板是这样，这么的不经测试的情况之下，如何保护国军的生命安全呢？专家认为讲。测试的防弹帮应该是同规格的军备品，毋是对国军流出来。毋过民间的实测结果会当来参考。国防部就爱证实这款国产军备品有可能有缺陷，甚至讲个会当来做测试。因为武器装备若是讲无点实，恐惊会来打击到军中的士气。国家发给我的装备好像比较刺激哦，那其实他们心里也会有所感受，参考国外的防护标准，然后。看看我们的防弹设备有没有提升的空间，如果有的话呢，就赶快编列预算然后去采购。针对美队台军售30公里机炮弹药，传出讲咱方已经有具备生产能力，因为国安高层交班才会去外口买。
国防部飞回讲，厂房当咧起，估计伫2026年会来投入量产。目前透过甲外口买来满足军备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中国北京总温度超过40度，这已经是今年第4届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有民众讲哦，行伫路面就亲像个航马，有一个导游就热甲掉刷不幸过往。北京当局已经下令，超过40度就要停止所有伫室外的佚佗。日头正炎，有人一直啉水，有人举雨伞掠日，也有人包甲白白惊讲会晒着伤。中国北京办事温度搁在升悬超过摄氏40度，其中北京南平郊区的观测站也搁观测到41度以上的冠军。民众讲行伫咧路的袂输敢若航盘顶头的马。走在太阳底下就觉得被炙烤，觉得自己像块肉。同学朋友之间老互相查，就是说，你记得翻面，一个面就糊了，就这种感觉。人口有2200万的北京，初5甲初6连续2天温度拢超过40度，是史上第一遍。这已经是今年第4遍出现40度以上的冠军，而且连续10天的温度拢超过35度，更加是1961年以来上久的一遍。当局发布气温预警系统上悬顶级的红色警戒，要求企业停止户外工作，确保老大人甲病人会当保持良爽舒适。In terms of death rate from natural disaster, that is actually the number one cure among all the natural disaster, because a higher temperature can increase the death rate, and also higher temperature can also have a lot of impact on outdoor labor. 天气热到有民众掉沙甚至死亡，有一位49岁导游掉沙了昏倒送医了不幸死亡。中国国家气候中心预测，若是华北全国真侪所在，今年热天拢可能会出现极端高温。2024年可能会是打破历史高温纪录的上热的一年。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其昌编辑。来看美国的纽泽西州，有一架载1200台车的货船着火，这架船拢总有12站，火是烧甲真猛，嘛炭甲真凶。有2个消防员不幸过往，5个消防员受伤。船舱内面一路烟清水，就知影讲内面的火真大。入去内面拍火的消防人员因此发生死伤的情形。Something that they had not trained for and would not return home that evening. 初5晚9点半左右，消防员接到报案赶来纽瓦克港，发现这台挂意大利国旗的货船第10站的所在有差不多7台车导火烧，而且火正紧就炭到第11甲第12站，现场温度正悬，消防员无法度入去。当局讲，伫船顶拍火是正特殊的工作。纽瓦克消防员正少拄到这种火灾，虽然已經被接受過訓練，不過船的規格無同款。It was approximately 12 stories high. The members went in like we always do to try to make a bad situation better. Went in to extinguish this fire, and somewhere around the 10th and 11th floor, which was on fire, 10th, 11th, and 12th, with vehicles. 火船所属的格里马金公司讲，火灾发生迄当阵，28位船员也个在地装卸货人员，才拄甲超过1200台新旧车、面包车也个卡车搬进去船顶，准备要载机熄火。导火了，船员随启动消防停驶，船顶无电动车或者是危险物品，也无发现燃油外漏，船本身的稳定性也正常，导火原因也唔知。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讲，将会由美国海华防卫队带头，甲委员会制定调查这场火警。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Meta 公司推出要甲 Twitter 竞争的 Threads， 才上线24点钟，就有超过3000万人注册。也毋过嘛，互 Twitter 指控讲盗用 Twitter 的商业机密。有专家是认为讲，有真侪社群平台拢有分享文字的功能，所以要告赢应该是无啥可能。Meta 公司所属的 IG 推出新的应用程式 Threads， 初六正式上线，随伫1天内吸引全球3000万人注册，包括一款欧美明星甲网络名人。这款俗称文字版 IG 的社交 App 主打文字分享，互人认为是伫甲 Twitter 抢地盘。Probably oversaturated, and probably a space for new people to start coming on board and making themselves new as well. 不过因为 Threads 互动模式甲 Twitter 相同。会当发布文字内容、连结，也是图片甲影片，互 Twitter 指控偷用商业机密，放条讲要甲告。Twitter 代表律师就讲 ，Meta 雇用真侪 Twitter 前员工来开发 Threads， 是有计划侵犯智慧财产权。So I think Elon Musk should be quite
careful about the way he thinks about throwing legal threats around. It's quite difficult to legally protect the idea of text in a news feed, particularly as Facebook itself did a news feed a long time ago. Meta 已经否认 Twitter 的指控，专家嘛认为 Twitter 讲法恐惊无理由，因为 Threads 目前还未开始营收，甚至有一寡缺陷，像讲无法度删除留言、无标签搜寻功能。若做 Twitter 要提出告诉，就必须要提出更加细节来证明因是抄的。Twitter 的营运目前正乱，自从去互好野人马斯克买去了后，小连续发生裁员甲内容审核的争议，进前宣布要限制用户逐天会当看的推文数量，也引起创作者甲广告商的不满。公司新闻牛眼编译。来看美国食品业务管理局 FDA 伫七日核准日本甲美国制药公司做伙开发的一款阿兹海默症的新药啊，联邦医疗保险幕冇补助。也毋过有专家是强调讲，这款新药啊，只会当用伫轻度的认知障碍，若是症状恶化，就袂当使用。日本制药公司为采株式会社甲美国生物科技公司拜展，合作开发的阿兹海默新药Leqembi，用1800阿兹海默初期患者所进行18个月临床实验，结果显示，这个药物对延缓77%思觉甲记忆的减退有帮助，同时也大大减少阿兹海默的患者大脑贝塔混种样2倍混种样板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七日正式核准学名叫做伦卡奈单抗的Leqembi症吃。不过专家强调，这药只适用伫轻度认知障碍或者是轻度认知症阶段的患者，那症状恶化就无法度使用。At this point, there's no findings supporting the use of this medication for people in moderate or late stage of dementia. This is for people very, very early stage of a disease who are just forgetfulness with maybe minimal assistance needed for daily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Sometimes there's a word or something that I'm trying to recall, and I can't think of it, but now if I just give it a minute, it pops into my head. It's so good. I mean, it just feels so good. 这种透过静脉注射药物一年爱开26000美金，在 FDA 全面批准了后，对应纳入服务65岁以上老大人的联邦医疗保险给付的范围。估算使用人会超过100万人，不过伊个认为实际使用人数会较少，主要原因是这种药会引起脑出血或者是脑中大这致命副作用。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来看台中有民众投诉讲，最近台中市的公车嘛在歇烂路，车帮是减少真侪哦。台中公车 App 显示讲有上100条的路线拢减班。台中市的交通局是解释讲，歇烂有33条专门服务学生的路线停驶，其他的路线冇歇烂的班表。提醒民众哦，出门要先查公车的动态，就当减少等公车的时间。天气是热国翕，这个附近伫公车亭等了真久，就是无等待到平时所坐的公车，加上无啥会晓用手机啊 APP， 就讲最近伫坐公车实在真辛苦。班次都很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如果时间太久，就叫计程车了。常常坐公车的民众表示，平时大约20-30分钟就有一班车，不过暑假期间平均要加等待大约半点钟。有民众甚至透过台中公车 APP 一查，竟然有数十条路线拢停驶，实在真气阁无奈。嘛大大减低坐公车的意愿，若无就先转几啊大车，表示实在无方便。可能看你有没有办法用转搭的方式啊？对啊，用到某一站去做转乘，有一条线就会比较多的车经过，就再做转乘的动作就可以。台中市交通局解说，暑期公车运行是以暑假班表为准，为用业者误用着平常时的班表作为比对基础，造成资讯错误，才显示真侪班公车拢停驶，已经紧急修正，而且重新公布。不过暑假期间减了学生这个族群，坐车的乘客确实比平常时较少，班次嘛有淡薄调整。那交通局呢，针对学生平常上下学啊，所规划的这些路线有做一些停驶或减班。台中市交通局表示，这33条专门为服务学生的路线，暑假结束了后就会来恢复。不过部分的路线确实班期相对较长，除了要求准点到站，嘛提醒民众透过公车动态来查询，来减少等待时间。记者台中综合报道。
有外国民众对高雄的轻便铁路有些违则，认为讲安尼去影响到行路的人的路权哦，这嘛引起真侪讨论。有民众就讲哦，国外轻便铁路有诶某些违则，也毋过某民众认为讲是因为咱国内民众行路的关系上过歹咯，才需要装违则来预防意外。加违则甲轻铁的轨道甲车路隔开，这是今年3月底高雄轻铁联合变应站新设的设施。因为这站1月违规的数量就有86件，1月到3月底计共177件，创顶半年上悬的纪录。设违则了后，才明显改善，但是有高雄的民众伫网络打文，讲捌接待德国的厂商，对方看到轻铁边仔有设违则，真好闲，问民众安尼敢会影响过路人的路权？这个栅栏是一个必备的，安全为主啊，这不是一个观瞻的问题、美观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安全的问题啊，是吧？所以这个是必要的啊。高雄轻铁常常予民众违规骑机车去压到，真侪人认为讲设违则是有必要性。高雄市行人路权促进会也讲，国外轻铁有一寡区域也有设违则，无设的区域一般是住家区，也是观光区，车速较慢的所在。本来就是因地制宜去看这个地方它的交通需求是什么。那还有一种状况是，毕竟台湾跟欧洲的行车环境很不一样。那我们的确是很多的机车骑士会，行人哪里有路走，机车也哪里往上骑。通车营运之后呢，那整个的一个违规闯入的情况是蛮多的。那自从我们在设置栏杆之后呢，这个闯入数已经大幅降低了。市府回应虽然有积极宣导，但是轻铁一寡所在，有若是接看到过路人也是机车撞过去，高不离中才会设违则来预防，呼吁民众遵守交通规则，互相体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市的路底一间的处理喷的公司，和民众抗议讲真臭，嘛向立委佮议员陈情，业者嘛向环保署承诺讲会先来停工，7月14进前哦会提出具体改善的做法，嘛承诺讲去偌这结束进前会来改善。风从那边来的时候，就学校全校都闻得到，很臭，很臭，那个根本受不了，受不了，很恶心。天气真烧热，这个臭味对风吹出来。桃园路德区海湖里先处喷的处理厂，因为发出臭味，真侪届去互居民抗议。伫喷处理厂边啊，坐车约要2分钟就到的海湖国小师生，嘛臭甲挡袂掉。里长讲，这个臭味已经严重影响学生囡仔读册的环境。空间呢已经被压缩到只能在学校教室里面，因为不敢出来外面，因为那个恶臭会造成学生的恶心，吃不下饭。我们首先是有一个改善的计划，对于设备的老旧，还有就是应该维护的地方，我们会尽全力的去达到环保局的一个要求。针对居民的抗议，立委甲议员拢真关心，业者也向环保局承诺自主停工，伫14进前提出具体改善做法，降低排放臭味。另外，阁研究设一个铁门，避免车辆进出的时阵高浓度的臭味千外都闻得到。也承诺后热结束进前完成改善。我们也派了专家学者进场去做一个技术的辅导，环保局也会持续来追踪空污改善跟异味抑制的成效。如果说这个自主改善的这一部分如果没有完成的话，那我们会要求环保局依法重罚。喷的处理厂因为一直有臭味，影响居民的生活品质。议员是讲，除了停工改善，嘛认为每一个产业拢应该有产业的社会责任，不管伫倒位啊设厂，也是产业的类别，拢应该有责任把空气品质照顾好。环保局嘛表示，会持续追踪工厂改善的效果，佮会以专栏的方式提升客载时效。记者综合报道。今年3月，新店六福村一只狼熊绕跑，嘛不幸死亡。有动保团体早起就表示讲，六福村又搁要面对2档一届的评价，办讲新竹县政府唔通放任标准，嘛指出讲因调查嘛发现讲园区搁有动物福利相关的问题。台湾乌熊伫电视场一直生伊口角出现吸斑行为，动保团体前往六福村调查，发现园区内底有真侪无符合动物福利的现象，像管理后场的乌熊活动空间非常小，佮阿拉伯狒狒电视场虽然有树啊，但拢是电木线，互因无法度被违反天性，甚至红鹤顶水禽类伫后场有可能是无水池啊。他们其实是大型的水禽。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曾经检举，但是防治所因为一直没有进行会勘，所以我们得不到任何正面的回应。
下早动保团体举行记者会指出，六福村特别伫后礼拜二在1号进行2年1度的冰检，地方政府可能定拍算要开1天来看，但园区内底有70种规清只的动物，认为这种冰检无法度反映动物真正的处境，嘛批评过去有专家要求六福村改善，拢无看到后续。其实六福村是无视动保法，同时也无视公权力的执行。我们还是会那个严格的督导地方政府落实相关的管理。针对动保团体将近20种动物福利缺失，林务局表示，后礼拜冰检会要求县府甲建议专家依照缺失来加强检视。有关动保团体批评冰检过程有乌箱进行的可能，畜牧处表示会请新竹县政府精进资讯公开，袂当定公布结果尔。记者林吴家宝台北报道。来看宜兰大溪龙潭湖，伫5日节前后阿妈鱼会开始撩溪生卵。也毋过今年有保育团体就发现讲，龙潭湖附近有4条野溪水量是真少，其中有2条溪拢是大的。今年就有真侪鱼仔卵拢互鱼仔食掉，恐惊影响到阿妈鱼的生态。公鱼伫野溪内底进游，公鱼伫鱼群内底射出精子，母鱼用不到挖溪底生卵，这是大溪龙潭湖每年5日节过后拢有的生态大事。不过即马到龙潭湖野溪发现全部已经打起无水，互当地保育雁鱼生态社区真烦恼。过去都是1年几次溯溪产卵，4次以上，4次以上，3次，今年只有1次。对，而且只是刚上来那个小的。龙潭湖周边有4条野溪，水量唔知什么原因无够，有2条溪甚至已经打起。社区表示，5日节到即马1摆的雁鱼来生卵，甲过去3到4摆差真远。无野溪保护，大部分鱼卵互河内外来鱼种食掉，影响生态。这是第一摆发生野溪无水的状况。因为它的族群量应该还蛮大的，所以暂时还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清华大学教授表示，若野溪欠水是一2摆代志，对雁鱼的族群数量未有影响。不过每年若安尼，鱼卵无野溪保护，互外来鱼种食去，对互雁鱼数量减少。在今天会马上请相关的人员到龙潭湖的旁边野溪的一些水流的状况，我们会做深入了解哈。那确实找出真正它目前枯竭的一个原因。龙潭湖野溪无水是因为气候影响，也是人为因素，也无定论。官府表示，已经派人去调查，深入了解，确实找出野溪水源打起原因，或者雁鱼会顺利来生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虎尾建国关村第2战时期是日本先锋特工队的训练基地，后来是正做空军的关村哦，也毋过伫2006年以后就趴荒了。最近在地少年人重新整理，规划做关村厨房。一礼拜日暗时7点半，台语台的青春咱的网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因是安怎用料理，甲怀念的关村的记忆又搁找回来。那我从比较熟的地方翻。翻的时候哈，因为要洗。是啊，你的方法不是因为你的方法跟我不一样啊。加入云林虎尾建国关村。社区的妈妈当地煮传统的关村菜，关村再造协会总干事罗文祥，家己的厝规划做关村厨房，带在地文化工作团队为整修关村，到家己记忆的气味找回来，用行动来传达关村文化独有的真正味。讲实话吼，有时阵甲外口的人讲我的专业是做文化保存的，感觉讲这若是专业会好挑战啦。所以我知影讲，食即个物件是真正会使上紧，互大家知影迄文化无共。团队的文化保存计划，若伫咧云林实现，也个扩展到新北市的交通啊，对老矿工的脚步，了解永年乌涂炭辛苦的过程，因甲这段历史记录落来，用文化设计甲台湾消失的故事重新呈现。看到这个粽子，顺便给你们讲解一下，你们在去郊外去郊游的时候，看到有种子的地方，代表这个地方非常安全。矿工较早是做建头的、做无路用的人，但是我了后做这文史馆，我才知影矿工很伟大。矿工曾经是较早富国深山。因为咧炭工咧讲一个物件时阵，伊嘛是一个情境落去。
所以讲，阮就刚刚讲也无用一个画面来解说，讲这个画面内面有偌济矿工的用语，安尼可能会较好了解。台湾的风貌多元，毋过共款面临消失的轨迹。当一代疼惜的过去，伫少年世代文化团队当中找到生机，应用文字、图画、相片甲假实，互社会大众理解台湾的历史，用行动互文化会当继续保温，维持热度。记者罗秉祖、梁新维。云林新北报道。来看国防部预告要放零这边体格标准哦，查甫的身高伫152公分到190公分 ，BMI 伫32以下拢会当做兵。也毋过有立委是认为讲，毋通因为要找人来做兵，就放零标准。军事专家嘛烦恼讲，放零了后会影响到国军的战力。两岸情势紧张，国军一方面爱抵抗中共军事威胁，另一方面含伫招袂着兵的困境。对此，国防部有告修正自愿役体格要放量限制，以男性身高为例，原本规定男性需要158公分到195公分，会放量到152公分到200公分；女性是150公分到200公分。另外 ，BMI 指数男性也放量到32，引起讨论。主要是为了符合国军的用兵实际需要。参考美日等先进国家志愿役军人的一个身高限制，那么修正了身高的条件。国防部回应，新冠调整符合国军用兵需要，也毋过调遐立委拢有意见。民众党区新员表示，国军102年才将男性身高下限为152公分提悬到158公分，即马可要放量，爱向民众讲清楚。必须对外来去说明调整的原因是有任何的科学依据或是战备的需求。现在的资讯化的作战、科技化的作战，以及这样子的体格是否有适合担任我们志愿役兵种的一个需求，我想这个部分都是社会有非常大的疑虑。因应现代化的战场、新的任务、新的军种或者新的执行方式，那体位区分做适当的调整，这个是可以接受，但是不能够是为了招募不足降低标准。国军放量体格限制，军事专家是无认同。指出真侪武器装备有相关的限制，相关较矮的官兵使用气枪飞弹等反装甲武器都有操作上困难。突击步枪还有反甲武器，譬如说空中火箭弹，如果说身高过矮的士兵，你就会变成说，一个士兵拿着一个长的扫把去抗敌。说真的，这是第一个蛮突兀的。现阶段的年轻人非常很多大多数的比例不想当兵，这是一个警讯。针对男性 BMI 放量到32，国军训练强度敢是要改，也是爱有两套标准。专家认为，袂当为着扩大边缘，头尾颠倒俩，影响国军整体战力。记者综合报道。逐当的热人哦，各地货库拢会真欠货。最近台北、台中、高雄的货库拢用要无货通用了，花莲的存量哦嘛剩无到4日，一日来关货民众阁无到20个人，所以呼吁民众发挥爱心，关货救人。今日花莲关会中心现场正冷清，市场关会车进行条款。虽然平常时地方有一寡社团会发动关会活动，不过情况也是无改善。每天都只有大概20位左右的民众来捐血而已，但是我们每一天呢，供给医院大概有125袋左右的血才会足够哈，那是有严重的那个缺口存在。到今天早上为止哈，我们整个血液库存量呢，就只剩下3.8天了。根据关会中心的资料，花莲血液库存量 A 型敢若存3.7天 ，O 型存3.1天 ，AB 型存3天。血无够，嘛是爱甲台北关会中心调。不过北区嘛严重欠血，所以国军弟兄特别来斗3天。现在非常缺血，然后我们也带了一些人，然后一群人来帮忙来协助这个捐血，然后来有助于这样的那个活动。以后若甲热天血就会欠缺，除了因为休热，一寡民众会出外佚佗。今年佫因为疫情解封，病院用血量增加真济。目前全台湾拢欠血，其中台北上严重。6月份我们整个用血量，全台湾是增加了大概7%，那台北增加了13%，所以就是等于医院的用血在增加。可是现在7月份学校又开始放暑假，我们整个捐入的量就缩减了，所以现在目前是达到一个捐跟供不太平衡的状况。根据台湾血液基金会资料，目前台北 A 型、O 型、AB 型的血，也有台中 A 型、B 型、O 型，也有高雄4种血型库存量拢真欠缺，呼吁民众会当来到关会。记者综合报道。
以前人讲食饭配电视哦，即卖囡仔是食饭配手机啊。有一份调查就发现讲，有8成较大块的囡仔拢是食饭配手机啊。大部分哦嘛拢无爱食菜色甲果子。专家是呼吁讲，食饭的时间甲电子产品哦放伫边啊，规家伙仔做伙专心食饭，培养感情。即马这个时代，一人一支手机啊，不管是大人还是囡仔，食饭配手机啊是真事上看。吃饭的时候可能会大家会聊天，他就专注在他那个3C 里面，然后他可能也不太知道东西好不好吃。囡仔咧炒看到手机啊，随就点落来，这款经验真侪家长拢捌拄到。像现在暑假，我就会给他说啊，你如果要看，我会给你看40分，休息20分。那可是我在房间看，很多妈妈都娃娃车推着一人一只，好恐怖，或是那个平板。较早大家拢是食饭配电视，即马拢是食饭配手机啊。营养师提醒，对囡仔来讲，这款行为背后是藏真济看袂到的危害。发现到说，若是吃饭常用3C 的话，其实就会让他们的注意力都在3C 产品身上，那就有可能会导致他们吃蔬菜和水果的比例是下降的，那也有可能会造成他们比较容易肚子饿，然后就跑去喝含糖饮料。感情关怀基金会发布上新的调查，发现有24%派学生囡仔上大考。分析嘛发现，大考的囡仔那食饭那用电子产品的比例有8成这么悬。食饭配电子产品，等于嘛是造成囡仔大考的原因之一。家长可以陪着孩子一起快乐用餐，但不是一起看3C 或者看电视哈。那透过这个用餐的情况下，家长可以了解孩子在学校的一些作息。感情关怀基金会连续9年公布各校学生囡仔的食食调查，发现有4成学生无逐工食青菜，有6成的人无逐工食果子。加上电子产品的危害，会造成学生囡仔大考的比例愈来愈悬。专家嘛提醒，加食菜色果子、加运动是保持健康的撇步。为着囡仔的健康，家长就要斟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法国巴黎圣母院，伫2019年火烧，正是有第4档咯。今年的目标是要把尖台部分处理好势，也毋过因为是采用18世纪传统的工法加建材，过程是真高工。想要伫明年巴黎奥运的时开放，恐惊爱搁真拼。Today we are doing a dummy run, fitting it together. So if there are little things to sort out, we'll correct them, so we can be sure it will all work on site. It's very demanding. These are very heavy pieces, with huge dimensions, and all carved gesso. It's very complicated to fit together. 2019年4月15日暗时7点左右，法国巴黎圣母院大火。虽然全力抢救，这座起伫咧12世纪的哥德式大教堂依然损害严重，希望总统下令5年内重建。今年已经是工程的第4年，其中上有标志性的尖塔，目标是伫今年进行拆起嚟。为了要恢复到上原始的样貌，尖塔重建坚持使用18世纪中期修建时阵同款材料、同款建筑工法，完工了一个吊起为30公尺悬，未有定达到。之前巴黎圣母院每年差不多有1200万游客。法国政府希望重建的进度会能赶上2024年巴黎奥运，不过照这摆的情形，明年热天依然是无法度全面开放。公司新闻牛眼编辑。伫比利时会固定去教堂的人，即马干那1成尔咯，就有教堂转型改做饭店，无人伫教堂开8石壁的俱乐部，互教堂有新的用途。旅客杀行李为这栋外形看起来亲像教堂的建筑行出来。比利时的梅赫伦市有一间饭店，就是这栋教堂改起的建筑内底。这个小店人口只有85000人。饭店总经理表示，未少旅客来这住，享受宁静甲放轻松。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研究，比利时只有55%人认为家己是基督徒，定期去教堂的人口加到只有1成，所以有教堂就改去做饭店、夜店，也佫有8场这场所。People sleep in the church, maybe have sex in the church, so you could say, is it ethically a good idea to have a hotel in a church? I have not so many hesitations around it. I am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architectural value of a church. 真
辛亥爬山坪人伫室内人工爬坪场，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一间爬坪的俱乐部，伫经过繁小教堂内底开业，创比利时第一例。头家表示，修理工程用将近2年，开超过100万欧元，合新台币3400万。Le premier c'est la hauteur. Là on monte, on a un mur qui monte jusqu'à 19 mètres, mais les clés de voûte sont à 26 mètres, donc on a vraiment une hauteur phénoménale. C'est très agréable, c'est génial, ça permet de vraiment d'exploiter à fond les murs. 无论敢去做饭店，或者是爬坪场，工程拢尽可能保持较长的结果，以无破坏古迹为原则，互过去新城的教堂，即马有全新的用途。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下晡8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7度；中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华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后礼拜日下晡3点，咱再会。